大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洋流风台，一开始发展的条件真歹，想袂到尾啊，找到活路，将做一个中度风台，直接弄回台湾来。气象专家讲，这个风台是以阵风的状态，快速冲入台湾东南边的陆地，爬过中央山脉了后，结果会重新来整理，也就是讲，风台中心离开台湾了后。后续会阁有另外一波非常强烈的强风甲大雨，要真注意。雷达回波的图已经会当清楚看到风台眼，为分度顶悬看得出，结果是正十北。洋流风台继续增强，阁变大，用阵风的状态快速向台湾东南方的陆地。我们要特别提醒，在台风眼通过的时候，会短暂出现风雨暂歇的情形，但是台风眼通过之后，另外一侧比较厚实的强对流移入，又会带来另一波非常强烈的强风以及豪雨。洋流直接向台东，继续向西北，想要进入台湾海峡。来先过中央山脉一关，不过护国新山敢真正挡会牢？看洋流的中心登陆进前，强度原来伫咧中度顶级，中度左右登陆通过台湾，卡到中央山脉的南端，结果小可有破坏。不过洋流行甲真紧，北岸中心出海了后，会快速中间结果。这个洋流台风来讲的话，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在中心出海之后，可能就在高雄左营到台南佳里那一带。这个地方中心再重新组合，很一般的一个台风过山后的一个可能发生的一个情形。专家提醒，不是风台中心离开了后就无要紧，风台结构调整，嘉义以南的地区有偏雨，风雨会快速增强。同时，北台湾的基隆北海岸、台北盆地依然受地形的影响，嘛有较强的风出现。洋流台风在刚开始生成的时候啊，环境确实是没有那么好，不过它是度过了那一段最艰困的时期，慢慢移到环境相对是比较有利的地方，确实就是有点绝处逢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洋流风台比想话更较歹流力，克服海温、甲风等等无好的条件，对台湾的威胁袂当看轻，全台就要提高警觉，做好准备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